台北巴空的流动车3月初3开始要调整收费。台北市民的票价无变，若一般旅客一张票是180，一日票300。另外，若要坐这透明的车厢，一抓就要加开50块。年年的这个电费上涨、工资上涨以及营运的成本的压力，造成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票价调整一点点，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亏损的状况能够多一点点补贴，然后来减少这个压力。这样有没有说会影响到多少人？我们的预估啦，因为影响的旅客是只有针对全票的部分，所以影响的旅客，依照105年它调整票价的时候是减少20%，可是这一次因为调整的部分只有针对一般票，所以我们预估会降低那个影响的人数。台北捷运表示，巴空流动车经营17年，设备维护费用负担增大，而且通货膨胀、电费和基本工资拢起价，致使营运的成本增加。未来调整的计算，平均1公里的票钱是45块，和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比起来，咱原来是有较俗。